機構周年活動啦，成員 Instagram 總粉絲係超過50萬㗎，一齊熱烈掌聲歡迎 ATOS。大家好，我係 ATOS 嘅隊長何佩華 Stella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TOS 嘅副隊長曾嘉晴 Angel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TOS Boys 嘅隊長 Ken 黃建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TOS Boy 嘅成員何柏津 Fac。好有幸啊！我哋今日呢就嚟呢度作為表演嘉賓嘅，為咗我哋呢一個冠軍戰啦嚟競熱舞。咁今日係香港男總嘅銀牌總冠軍決賽。咁我哋呢就會表演一個叫 ATOS Sonic 歌啦。咁其實係我哋 ATOS 同 ATOS Boys 嘅歌嚟嘅。咁係我哋自家嘅歌嚟。咁我哋今次排舞方面呢，都有加入籃球嘅元素喺裏邊。咁就希望可以帶動翻個氣氛啦 ，keep 住咁熱烈啦，同埋都可以表現翻籃球嗰個合作性喺個表演嗰度俾大家睇翻嘅。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咁首歌曲嘅名係咩啊？頭先都我講，佢叫 ATOS Sonic 啊。咁其實就係都表示住我哋 ATOS 嘅第一首自家嘅原創歌曲啦。咁大家都可以喺各大平台其實都聽到嘅，係啦。咁呢個就要睇公司安排啦。咁相信我哋將來咧都有好多個人嘅歌曲發展啦，或者團隊都有更加多嘅歌曲同埋舞蹈出道嘅。咁公司方面啦，其實我哋除咗呢一個女團、男團之外呢，咁其實我哋好有幸，我哋都參加咗一個演藝課程啦，希望可以投身幕前，可以成為演員嘅。係啊，咁我同阿佩華就上個月呢，就去咗江門度拍攝嘅一個短劇，就叫做《泣成風雲》嘅。咁入邊呢，就有好多老前輩一齊拍啦，咁就有好多有經驗嘅前輩一齊同我哋一齊拍啦。咁例如就有夏雨哥啊、米雪姐啊、雪心姐啊等等啦。咁就希望到時上演呢，大家就可以多多支持我哋。咁唔知 Angel 有咩個人發展呢？我都好榮幸可以上次睇到你哋嘅開幕禮啦，哇！場面真係好墟冚啊！咁我自己嘅個人發展呢，咁首先講翻我點樣入行啦。咁我本身自己就係前年參選公展小姐，咁我就攞到亞軍啦，以及攞到最佳口才獎嘅。我本身自己就有意向司儀嘅演藝界別入行啦。咁我而家就去緊一個香港司儀演藝協會度上緊個司儀課程。咁我本身而家就希望可以MC 界別出發啦。咁我呢，其實本身呢都係跳舞活動多嘅。咁我之前呢都有幫 ATOS 做過排舞嘅。咁我哋而家公司頭先都有問啦，話我哋會唔會出新歌啦？咁呢個就等公司公佈啦。咁但係呢，我哋之後都有唔同嘅活動呢，都會 keep 住做排練嘅。咁大家呢都可以期待下我哋之後嘅演出啦。首先好開心啦，好榮幸可以參與呢個短劇啦。跟住咁我喺佢哋身上呢一個月方面，咁我喺佢哋身上學到個演技啦，點樣去發揮啦，咁同埋點樣走位啊，即係點樣唔會容易遮住嗰個 cam 啊嗰啲啦。跟住同埋喺讀劇本方面，咁你又要點樣去記熟佢啊？點容易咁，因為會有好長嘅對白，咁你要不斷咁記啦。跟住佢又教你方法點樣去記啦，咁佢哋非常咁前輩們呢都非常之好嘅，佢會不斷咁好樂意咁去教識我哋啲後輩嗰啲嘅。咁而我啦，第一次參與幕前拍一個短劇啦，所以我特別緊張嘅。但係因為有一班嘅老前輩照住啦，所以其實我都好放心。雖然我緊張啦，但係其實佢哋都好有耐心去教我嘅。咁對我嚟講最困難其實可能係啲面部表情啊、管理啊，同埋一啲背台詞方面都要慢慢繼續努力。
我自己嘅話，我司儀課程嘅話11月就會畢業啦。咁我未來嘅話就希望可以朝住主持嘅方面發展。咁未來動向就希望男團女團呢繼續努力啦。希望公司俾更加多嘅機會我哋啦，有更加多嘅表演，同埋希望盡快有新歌出啦。咁我嘅動向就係希望可以繼續向演員嘅方面去發展啦。咁就 keep 住可以拍啲好嘅劇集俾大家睇。我都係啦，希望我哋呢 ATOS 男團女團啦，都繼續努力啦，更多人會睇到我哋精彩嘅表演，支持我哋嘅，多謝。咁希望大家密切留意我哋啦。多謝大家欣賞我哋今晚嘅表演，拜拜。